警官主讲，善心人士赞助，了凡弘法学会倡录。即此世纪交替，男女关系复杂，想要不被迷惑，唯有透视真相。如何面对因应？请听本代解说。两性关系和谐，自然幸福圆满。大家好，这个题目如何面对两性关系啊，很难讲不好讲讲了不好啊，会出事因果很重的这两性关系在这个现代来讲的话，是越来越严重，关系越来越恶化，互相在报仇，互相在抱怨，互相在残害，问题很严重因为大家不明了自己的角色扮演，到底应该怎么样扮演，扮演的功能、效果和他的这个将来的结果，这个一定要了解才行，要不然的话问题相当的严重。你看我刚刚听到孩子这个小学高年级的所谓的这个性教育的这个内容，看得我触目惊心不敢再看了。5年级6年级前2天我碰到我们的这个长官，气得要死。他的孩子是很有名的学校，台北市大概一流的小学。生理卫生教师告诉他怎么讲，你知道吗？你们要懂得这个，你们要了解自己的这个器官特别强调这个更要懂预防。他们本这个心态方面希望预防结果很惨很糟糕，因病成药，想要治好这个病结果讲出来变成更严重，想要预防结果在渲染，怎么办呢？这个问题这个值得我们深思的。所以这个题目让我来讲，我也是觉得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敢讲不讲又不行讲出来又不得了你说怎么办？现在的这个教育问题大部分都学西方的这种观念，认为他说就没有问题，我们是落后，这是对我们的我们对我们中华文化没有深度的信心，才会有这种后遗症，就搞得天下大乱，乱七八糟。我们那个长官跟我讲，他的小孩子一直在问这个问题，说老师讲了，到底什么叫做智慧？我们的科长说这是哪一个位是安慰的慰，他昏倒。小孩子5、6年级要问这个问题5年级怎么办呢？他说我一定要了解。你看小孩子现在变成这样，好奇心嘛，老师讲的是半吊子，在那晃，造成他们那个好奇心态，这样同学的污染，媒体的污染。你看我们住在社区里面也是一样，非常严重，因为现在很密集嘛，工业社会嘛，不像以前农业社会住得很分散。我看那个3、4年级、2年级、5、6年级的小孩在我们社区玩打球嘛开始突然讲话了，我们都听得到嘛，因为很近嘛，就10公尺、20公尺的声音就传到楼上来了。我昨天看电视看到几点钟？看到3点钟看什么？就讲出来了，还想什么那个大人所谓的大人那个避孕的东西，他都讲出来。我听了说阿弥陀佛，这怎么得了我们是40几岁的人了，有的50岁的人大概有30岁以上的人了。想当初20年前解严没有解放之前，没有开放之前我们可能这方面的这个资讯很薄弱。结果这个解严一解掉了这妖魔鬼怪全部出笼，到处群魔乱舞，加上这个电脑更严重，对科技文明对人心的荼毒真的是无以复加，莫此为甚。我们要如何避免对污染如何在这种乱象之中求得一个保身之道、保命之道今天好好的讲一讲。要不然的话，
真的是我们都是受害者，媒体资讯的受害者。你只要看看，走出马路，看到广告，都穿得很少的，让我们触目惊心啊！所以我们电视广告也是一样，是不像话的。以前3台的时候，电视广告哪有这样子的？现在真的家长要陪8点档要看电视都很困扰。那个演员啊，演的那个声音啊、仪态啊、穿着啊，讲那个话言辞中都带着这个诱惑、勾引。你叫小孩子的观念，他怎么会正确？先入为主啊，进入这个脑海之中啊，将来就发诸于行为，行为一定偏差。现在行为偏差很严重，现在学生的行为严重偏差，加上互相的传染、媒介、诱惑，怎么挡得住这种洪流啊？所以做家长的非常的忧心呢，但是无可奈何啊，怎么办呢？所以我对我的小孩子讲得很清楚，虽然他们很小，我照样跟你讲，可是我讲的方法和老师不一样。培养你的正念，不要有邪念。你小孩子你要把他免疫系统给他巩固起来，他就是碰到了，他有抵抗的能力。如果你不从这方面固本务本的话，这小孩子保证是受害者。他再聪明，更容易上当。聪明反被聪明误嘛。他没有智慧，他挡不住这种洪流。所以各位做天下为人父母的人，我们都是人家的父母，可以这样讲。没有结婚的，现在的问题也很严重，几乎都是先上车后补票，先怀孕，生不下来就先堕胎。将来这个堕胎的问题也很严重。我前2天碰到一个女众啊，她告诉我，她在公馆这方面碰到很多人啊，男生女生一大堆，公馆那一带就是台北市很热闹的一个地方，夜市，都是男女互相牵着手的，甚至勾肩搭背的啊，跟他就把他帮人家他卖些东西很比较时髦的，他就问他问题，他说他拿些这个我们的了凡的书去送啊，就问起来了，这个就吐苦水了，怎么办呢？堕胎的太多，他跟我讲怎么办？他说我们这本书写的堕胎的问题，大家看了会嘴皮刷。真的，我再跟你们报告一下，真的是这个问题啊，你不讲也不行啊，乱讲更不行啊。我们知道《论语》上面讲过，父母为其子之忧，各位都听过这句话吧？好像字面上的解释是说，父母很担心我们做儿女的这个身体一定要健康，不要染上疾病，这是字面上的意思，还有一层很深奥的义理在里面，各位知道吗？知道的举手。我看到祖师的这个文钞里面，我才发现这句话讲了3个重点，就是说我们人生病的关键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这个设置害死人。当然病从口入是一个大关键，第二个就是这个设置，它会让我们的百病丛生，免疫力系统降低，容易染上疾病，甚至减少寿命。所以我们中国人古代很重视这个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现在人法律观念和一般的伦常道德，他不讲这个，一般老师也不认为是万恶淫为首。那怎么解释？不知道怎么解释，怎么教都不会教。法律规定，这个两性关系若是犯了这个所谓的不正当的关系，是告诉乃论，包括强暴罪，那时候也是告诉来，现在刑法要改，这问题很严重而且是我们等于是犯了这个邪淫的罪，国法这样的邪淫，侵害到这个别人的身体，妨碍人家的家庭，1年以下有期徒刑，还可以庭外和解，你说怎么办？没有吓阻力量你们看看我们古代民国
民国20几年、10几年哦，那个县长还可以可以有司法行政权哦，还可以审判的时候，那时候的民法还没有修改哦，那是处分的非常严重，跟以前一样。你只要看古代的这个判案的就知道了，有讲到这个事情，只要是男女发生不正常的关系，乡长、里长、保长啊，这个组长就可以处分的，用火烧死这对男女，要不然用放牛板的淹死掉，没人敢救啊，救不了啊，谁也救不了谁，就这样解决掉了。所以那时候会害怕，谁也不敢犯这种大逆不道的罪行，自然就会容易懂得戒慎恐惧，不敢肆无忌惮。现在就不一样了，观念开放之后不得了了，大家习以为常，平时谈话说笑、谈笑风生都会谈到这个。你看现在那个主持人节目的秀里面访问这个歌星、影视歌星，都在讲黄色笑话，都在言语啊，表示自己很有机智啊，很有这个风流啊，很棒。大家都习以为常啊，不以为怪，这都是荼毒人心的媒介，这是口业啊，所谓佛法讲的绮语啊，对不对？妄语里面有分绮语啊，令人家想入非非啊。你说我们怎么办？电视能看吗？所以我常常劝人家，电视是魔鬼，最好不要看。若是看了它，超考容易派啊，大家都不相信啊。他演的这里啊，讲经说法的节目不多啊，都是商业色彩啊，广告哈，就算讲经说法了，广告来一段清凉的，哇，又昏倒了。刚刚培养的亲近心，下次又被染污了，你说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再不遵守这个圣贤的教诲，不听圣贤的教化，我们真是受害而不自知啊！命短了，生病了都不知道为什么生病，为什么短命，你说怎么办？所以《太上感应篇》有一句话，叫“见他色美，起心思之”。你看感应篇有1000多字，他讲到男女关系是讲这一句哦，重点的是重点了。当然还有损子堕胎啊。心多隐僻啊，淫欲过度啊，这不多，最主要是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这句话，它的甚深含义啊，这个见色起心啊，是一人啊一生受病的关键所在。你看这个见的眼睛啊，这个乱七八糟。为什么圆圆的师父讲，第一个是非礼勿视啊，不能看的不要看呐，一看了就开始起心动念。马上就被记过，还不能申诉，真的是这样。因为大家不了解，所以一定要了解自己哦。对哦，佛法是觉悟之学，让我们了解自己，还了解我们的生存的环境。要不然这个题目要讲，大家不会怕。你不先认识自己，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你不了解这种大道理，你认为这是唱高调，糟糕了，那不要再讲了。如果你真正的了解，你就知道曾子是孔子的这个贤人嘛哈，那时候里面是个很高明的一个贤人，可以说圣人了。他就讲到啊，孟子也讲到这个问题啊，守身啊，我们中国讲守身如玉啊。如果我们对这个身体不好好的保护，等于是轻视父母给我们的遗体，见识他，那个罪就很重了。曾子到临终的时候还讲这种话呢，起于足啊，起于手啊，就打开我的手啊，打开我的脚，看看有没有问题啊，是父母给我生下来的这个遗体，这个身体啊，我有没有保护的好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尔今而后无之免服啊。到了最后关头，曾子还很重视他的身体有没有父母给他的这个遗体有没有破坏掉，这么的谨慎戒惧。如果我们凡夫俗子不懂这个道理，那永远是凡夫俗子，不能够转凡成圣。第一个，我们就是轻视父母给我们的身体，我们就利用这个身体去造罪孽，去享乐，纵欲为乐，放纵我们自己的欲望，追求不正当的感官享受。
那就产生了所谓的乐极生悲这句话出来。所以色这件事情啊，是我们这个凡夫俗子最容易犯的罪业。它比起贪财杀生等等的恶业，还要100倍以上难以控制。所以它的败德、败坏道德、取得灾祸，要比其他的恶业还要100倍的严酷惨烈，这是事实。所以叫做万恶之首。因为这个贪财杀生这个恶业啊，很明显，容易看得出来，容易知道，这个不可以做，比较明显，而且道理也不会那么深，是可以用语言文字说得尽的，讲得完的。然而这个淫的罪孽啊，非常的隐秘，而且道理又很深邃，是我们用语言很难诉说尽的。所以太上啊，才用灭除意念啊，这个文字啊，从最初的一念来唤醒茫茫众生的痴迷。所以太上说，见他色美，起心思之。为什么呢？因为人啊，对于美色，当眼睛啊接触那一刹那，心若是一动，则会想念啊、思梦啊、贪求啊，这种种的念头就会缠来缠去，固结在心里面，解不开。若是心中萌生了这种的念头，不用等待身体去犯啊，不用等到行为去做啊，就已经是违背了天理而堕入的人欲了。这时候就被阴间啊列下了无穷的罪业。所以太上是无量的慈悲，他不用繁琐的言语，只用一句话来点醒提示我们，在我们建设起心的时候啊，不可以不从我们的心源处来及早的禁止断绝这种隐微又深邃不为人知的恶业。所以我们应当要在才起念头的时候，立刻就要奋勇的把它一刀斩断，不可以这时候有丝毫的犹豫，也不可以拥有丝毫的情念，因为天堂地狱就在这一念之间立刻分判。若是这个时候稍微有点认识不清，看得不破，不能够斩钉截铁的立定脚跟，则在瞬息之间就会牵引滋长，蔓延开来，不知不觉就飘入了罗刹鬼国之中了。这实在是太危险。所以太上说这句话的用意是，实在是博大精深，而且用心良苦，但是凡夫俗子很难体会里面的意旨，这是很不幸的，大家不以为然，尤其是现代人更难调教，中毒太深，很难回头，不给你讲清楚说明白，那真是没有救。因为大家不相信有鬼神的观念，不相信有因果报应的观念，那就跟着感觉走，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肆无忌惮，大开肆无忌惮之门，那怎么得了啊？这天下大乱了。所以现在我们台湾的离婚率啊，是亚洲第一位，是不得了的事情，破坏我们的家庭的基础，影响我们社会的治安，造成犯罪飙涨，跟色情泛滥有绝对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大家若是了解其中的因缘，就懂得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不能够轻视，否则各位也是这个受害者。你看现在女孩子坐计程车都会怕，你说是不是？家长还要抄计程车的车号，还看看这个驾驶是不是面目可憎，还是面带慈善，说不定是假的，心毒冒词也不一定哦，也会上当的哦。一防不胜防呢，所以我们都是治安恶化下的受害者。
我记得前几年不是有个很重的命案吗？彭婉文命案，对不对？各位都了解啊。你再高的地位都是一样会受害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深信因果，要懂得这个鬼神祭淫的道理。各位有没有听过？鬼神祭淫，你没有听过吧？这是一句成语啊。鬼神很讨厌这些东西的。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就有三尸神，我们的肩膀上有善恶两部童子。各位可能对三尸神可能不甚了解。这个《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三尸神，说三尸神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凡是人的心口意语啊，总是瞒不过三尸神的嘛。三尸神每到了庚申日，你要去查农民历就知道什么叫庚申日，每60天一次叫庚申日，也就是天神决断人的善恶的这一天。这个三尸神啊，就趁着我们人啊在熟睡的时候，与身体中的气魄啊，就上天去了，跟玉皇大帝报告啊，这个人做了什么坏事，心里面想了什么恶念，嘴巴怎么讲了什么坏话，全部报告一五一十，不折不扣。当然他想给你加重一点是不太可能的，想给你减少一点也是不可能的，就不增不减。你说怎么办？我们不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啊。上尸神就是上尸神、中尸神、下尸神，叫三尸神。上尸神叫做鹏踞啊，它居住在我们人的头部，叫上尸神。它会令我们人啊多思考、多欲望，使得我们的人的眼睛昏花、头发掉落。中尸神呢叫做鹏志，它居住在我们的人的肠子里面，它会使这个人啊喜欢饮食多忘事，而且喜欢做坏事。那下尸神居住在我们的脚部，名叫鹏跷，它会令人这个好色，喜欢杀生，使得人的手脚四肢、五脏六腑啊扰动不安，坐立不安。这个我们考究三尸神的所作所为，他目的何在？他总有目的吧？各位了解吗？他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个人啊拼命做坏事，多造一点孽，他早死。为什么？我们常常说算尽则死嘛。一个人坏事做多了，他的寿命会被减寿夺算、夺计，甚至夺计是12年的寿命，夺算就是100天的寿命。犯大的就夺计嘛，犯小的就夺算嘛。这个都是神明在帮我们算的，就像减寿都不知道啊，减到最后就算尽则死了，早死了。你看那坏事做多的年轻人，对不对？他活不到老一下子再见了，10几岁就再见了，20几岁就再见了，不是被车撞死就被人杀死、被枪打死的，多得很啊。你看所有的命案里面，就是所谓的算尽则死啊，自己没积德，坏事又做的不少，还不承认自己在做坏事，那就下去了。所以三尸神的目的是要使人快的死亡，他们好处是做鬼。做鬼的目的何在？你看那个我们不是初一15吗？对不对？这个过节过年啊，拜什么血食？现在拜祭都不懂用鲜花素作为鸡鸭鱼肉，用血食的供养这些这个邪神邪鬼。三尸神出去就想做鬼的目的，就是希望人家对他血食的供养，他享受这个。你说我们要不要上当？不能上当啊！你知道我们身体里面有三尸神的话，更要谨慎小心了，因为它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你想什么念头，动个邪念，他都知道。人的身口意语，所有的鬼神子里面，三尸神最清楚，他就在你的身体里面，听都没听过，不说不知道，说了吓一跳，你说麻不麻烦？还有《华严经》讲到，我们肩膀上有善恶两部童子，就是所谓的天人啊。天人常见人，人不见天人，24小时在我们的肩膀上面收证录影。
我们看到警察的搜证录影，就不敢做坏事了，对不对？你看那个群众活动里面，这个要丢手袋，看着警察来收下来了，录影机架起来就收下来，不敢那么肆无忌惮了，害怕被搜证录影了。但是警察的这个设备啊是有限的，还有把光线暗的，没有闪光灯，没有探照灯，就很难搜证得很清楚，就模模糊糊的。但是这两部天神啊，三元两部童子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包括你做什么梦，他给你记起来。说人啊，只能够自欺啊，不能够欺人的。所以了解自己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你要对天地鬼神要产生一种敬畏之心的话，自然我们的行为就会收敛，就会有自我约束的力量。否则你光靠法律规定，你看法律规定的那么松散，那么轻微，怎么有吓阻力量？没有了，笑贫不笑娼就是这样子的。你看现在最有名的人，社会地位功成名就的人，过不了这一关呐，最后还是身败名裂呀。虽然他的速度没那么快呀，但是已经够他呛的，够他难堪的了。他本来的福报很大很大，因为这样子而损得很严重很严重。但是他的果报在哪里呢？根据经典讲，果报都在三恶道。目前只是花报，让他的名誉受损，让他的家庭不和，让他的官位啊掉下来。这是花报，还不是很严重啊，果报就可怕了。真的，我会跟你们细说果报的问题。所以各位要了解，原来我们男女关系这么的复杂，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道理明白的不够深入。刚刚我只讲了一点点而已，慢慢再给你们娓娓道来。光是医学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医学的观点就好了。我们中医讲的比较清楚，西医可能不承认，但西医也知道过度也不好。人的身体不是金银铜铁打造的，它是血气所形成的啊。这个我们中国人啊，有个医生很有名，叫孙思邈，各位听过没有？唐朝的孙思邈，他讲到人的气血啊，流行啊是有节气，跟着节气是相应的，要不然的话会非常严重的影响了生理健康。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在社会上如果不加以节制的话啊，开始的时候不觉得有害哦，但是久而久之，日积月累的损伤的结果，必然会使得精髓亏损，气血败坏，最后导致死亡。这是中医我们孙思邈孙真人的讲法。中医对这个易经都有研究的，他知道人的气血必须要每6天才能够走完身体的6处经脉，那必须经过7天经脉尽通之后，得到疏解，气血才能够完成通行1周。因此夫妻之间的每一次行房之后啊，易经的气血就会受到损伤，必须要等到7日周行到此经的时候才能够复原。所以易经说7日一来复，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人要经过7日的休养的意思。但是很多人还没有到了7日，便又重新犯的这个机会，导致一伤再伤，因此而百病重生啊。所以特别立下这个限制，也作为这个节育保身的基础。但是这个7日是对20岁的人讲哦，年轻人讲哦。30岁以上的人不是7天哦，是14天哦。40岁以上的人是1个月哦。50岁以上的人是1个半月，50岁以上的1个半月，60岁以上的是戒绝的，不能再有。但是现在医生讲法不一样，他认为是没关系，这个误导众生哦。如果你懂得这个洁身保育的话，你根本不会上医院的。你精神一定是矍铄，气色一定是光滑，脸色一定非常的红润好看。所以当时有个做官的，古代有个贾似道是个奸臣，南宋那个奸臣啊，贾似道，他里面有个童谣，90几岁，声如洪钟，健步如飞。他也想健康长寿啊，但是他们3妻4妾嘛，古代精神都不太好，身体都很虚弱，40、50岁就出现衰相、老相出来了。他就很羡慕那个
那个大臣，哎呀，他同僚，你有什么秘诀啊？告诉我好不好？他就说，哎，没什么秘诀啊，我只是吃了40-50年的毒睡丸呐。什么叫毒睡丸？各位了解吧？自己一个人睡觉，自己一个人睡觉，各位就懂啊。就解决了这个方面的因缘了嘛。所以这个老彭啊，就彭祖啊，我们知道彭祖啊，他活了800岁啊，历史上传说活了800岁。他讲过一句话：上是一床，中是一被，不要百科，不如独睡。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夫妻啊，大部分都同房啊，而且又同被同床，这个都不太好，对身体健康都不见得好。表面上是感情和睦，其实感情真的和睦吗？不见得哦。所以各位不了解啊，就容易犯啊，就对身体的健康就影响啊，就容易流产啊，甚至就都不知道哦，犯了忌讳哦。各位了不了解？妇女怀胎之后不能够行房的，不能够同房的，各位了解吗？同房一次，伤胎一次，胎子中毒了一次，胎气就动了一次，各位知道吗？各位可能不知道。西医不认为，西医认为在7周以后，或者是到6-7个月以前还可以，这都不可以的。是小孩生下来，这儿童的这个疾病的健康啊很严重。哦，就有气喘啊，什么肺啊，这是水肿啊，一大堆的惊风什么都来。所以各位不懂得胎教的重要性，这是忌讳，非常严重的忌讳。所以刚刚怀孕不到半个月还不知道怀孕就流产了，很多这种现象。那个科学再发达，能保证你不流产吗？很难哦。这都是夫妻年轻人不懂的这个忌讳，犯了而不知道。我说这种道理，这是我们古代圣人的智慧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国人，说实在的，没有民族自信心，不了解我们中国祖先的智慧，认为西方的智慧最高。其实西方是聪明，是他们科技发达，他们医学也发达，没有错。但是真正要死的病他医不了，癌症就是一个例子，对不对？真正要命的是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各位都听过。真正到阎罗王那里报道的，医生没有办法。你看那个医院里面，医生护士常常看到鬼啊，这大医院里面都是鬼。只要是晚上他们常常巡班临房，这个检查病房病人，只要看到医院这个病房的门口，这个病人的住的病房门口出现了黑无常白无常，所谓的黑脸白脸的，医生护士看到了，他们心里有数了，不出3天这个病人就死掉，怎么救也救不回来。这药医不死病，生死有命，确实如此啊！如何才能够健康长寿？哪那么简单呢？所以各位现在你看，现在人长寿不健康，老人痴呆症、中风，对不对？就是这个很明显的例子嘛。躺在床上享福报，跟平时年轻的时候没有节制、色欲有很大的关系啊。很多人不了解其中的厉害。你看“色”字这个字怎么写的？“色”字头上一把刀啊，“色”字头上一路杀机啊，没有这个杀自己的身体啊。男人更严重。所以我们在座的女性，你对你先生，你希望你们长相厮守，你要劝你先生啊，要节欲啊，不是好事啊，纵欲不是好事。你要有智慧啊，所以妻贤出货少，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叫做贤内助啊。这个事情可能你们还不懂哦，你不要以为先生怎么样，你要学顺他也不对的哦。你要有智慧去处理这个闺房里面的事情哦。闺房之礼啊，周公之礼啊，是很深的道理啊，不是随便的。所以夫妻里面还有很多境界，各位有没有听过？我刚才讲过鬼神祭淫哦，你没有看过农民历？这是什么神明的诞辰？这是什么菩萨的诞辰？一大堆哦。你只要看寿康宝鉴就知道了，1个月就5-6天没有冲突。你看20几天都有问题。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看从来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就会出状况。来的孩子不见得好，跟你讨债报酬的多。怀了之孕的时候，各方面的因缘都会产生业障现前，会产生生事业或者是这个命运的挫折，都有功名的折损、福报的减损、财产的损失，跟这个都有关系哦。还是遭到水灾、火灾都有问题哦。你看《寿康宝鉴》上写的很清楚，我们因此而编了一本叫《如何面对两性关系》这种小册子，就是把这个感应篇和《寿康宝鉴》汇整，跟这个小册子大家看得比较清楚、明白、简单扼要，拿回去参考。书上带的不多给你们参考一下。真的是这样子哦，有的很严重哦，甚至是夺缢，轻的就是生病，要不然减算，减少寿命，跟这个夫妻之间不懂得这个道理的有关系哦。还有生子不备，多有凶灾，你生下的孩子，说实在的，五官不全啊，所谓残障啊，跟父母不懂得这个道理都有关系的哦。你说怎么办？所以我们现在只知道结果很可怕，但是却不知道造的因呢更可怕。所以菩萨为因，凡夫为果。那有的人说，这个生下残障人怎么办呢？就问师父，你看净空老法师怎么答复的？他说，有的这个信徒就说，这个超度婴灵，所谓堕胎，有没有效果啊？然后问这个老法师，老法师说没效。你以为超度就没事了吗？那个这个也有就说，那万一这小孩子生下来是个残障，那不是很痛苦吗？不如就叫他不生嘛。法师就说了，我们要晓得啊，生一个小孩子残障，那是来讨债的，你欠他的债，还不让他来讨，还要杀他一条命。换句话说，你过去欠他的债，现在再加上命债，以后就更不得了了。现在科学家只看到眼前的这一段，不知道后世的因果。要知道因果通三世，这决定是大罪。那莲友说，没有，这小孩子还没有成型，只怀了1-2个星期嘛。法师是说不行，神是一投胎他就来了，成不成型没有关系，他一投胎他就找上你，他跟你过去是有瓜葛，所谓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如果他是来报恩的，你把他杀害，这就是恩将仇报，以后就变成仇人了。明明他是孝子贤孙来报恩的，你杀害了他，他就变成仇人了，变成冤家了，这还得了啊？这不得了啦！就不要以为做了一点功德，花了几个钱，安个牌位就能够超度，没有这种事，那是骗自己，安慰自己，决定不是事实。这是老法师讲的，这是各位了解，非常的严重啊！大家喜欢拜文昌帝君，你看考记到了，文昌帝君怎么讲呢？文昌帝君在民间很流行啊，日本都知道，这儿女不孝父母啊，自然会有天律来责罚诸路。儿女无罪，而父母却把儿女给杀了，这就是等于杀了天下的人民。而且父母欲杀儿女，为什么不自己节制自己的欲望呢？所以做人家的父母竟然敢杀人而不顾天理，今世像这种人实在是很多很多了。所以文昌帝君说，他看在以丰都鬼城中受罪的人有很多都是犯了这个罪的哦。因此期盼世人要积极的反省觉悟，不要使自己加速的遭到天谴。这是文昌帝君对我们的教诲。我们一天到晚这个求神拜神明求保佑很多这个世间的信仰都这样子嘛，结果反而出事了。不是文昌帝君不灵你没有依教奉行所以不感应。以前还有一个故事，郭印这个人他的女儿叫郭隐凤，有一天就被2个小鬼追出他的魂魄，遍历了18个地狱，
他看到最后一个地狱，有位冥王坐在殿上，大殿下面有数百名妇人依序的在那排列，而且每一个人都有小孩，抱着他们的大腿、两腿抱着他们的脚在哭泣嚎叫，叫什么？还我命来，还我命来！跟着妈妈在喊这些妇人有的是因为女儿生多了，就把女婴给溺死了。以前有这个风俗，很不好的风俗，重男轻女嘛。有的是因为家里面穷，生了孩子养不起就杀掉了。有的是因为妻子妒忌妾，这个妾就是小太太嘛有身孕了，把妾腹中的孩子打掉。大太太有权威就整这个小太太。有的是因为怀了私胎，男女之间没有结婚就怀了私胎，就把胎给毒死。有的是因为争执打斗，怀了孕没有胎教还打架，你看怎么办？还斗气不顾命，触动了胎气而使胎儿流产。有的是因为讨厌小孩子啼哭，殴打或丢摔孩子。有的父母真的，有的母亲真的个性比较凶悍，她很讨厌孩子啼哭，甚至就是不小心把孩子弄死。有的是因为照顾孩子不谨慎，而使孩子死于非命。我们以前邻居就有这种事情，喂奶睡着了就把孩子给噎死了，有这种事情，我们村上就有发生过。所以这是妇人做妈妈的不仔细，使小孩子死于非命，都有罪过的。所以冥王都一一的加以诘问审讯，每位妇人的身上都带上了枷锁，而且都是面容憔悴，身体瘦弱，看起来都十分的可怜。这郭隐凤看到这种情形他返回阳间之后，就把他所知所闻告诉他的父亲。郭隐就把这件事情写在天宁寺的墙壁上面，以警惕世人。这个往往会有这种印证的事情借机教化众人。刚刚我也讲到堕胎的问题，一定有医生帮忙，要不然自己用药。以前用自己用药，也有用靠医生的下药。以前中医也有这个药现在西医科技更昌明更容易更方便你看医生的个案。所以我们看到刑案里面，警察发觉警察里面发觉那医生被绑架勒赎大部分都是妇产科医生。你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发现这个事实？所以世间处处是学问，就看你心专不专了。你只要稍微用一点心，就知道里面的因果在哪里。照理说，妇产科医生功德最大，接生上天有好生之德。但是现在很多医生妇产科医生他为了赚这个堕胎的钱，就昧着良心，扮上婴儿的杀手，都是赚血腥钱，很容易得到精神耗弱，很容易来麻醉自己，很容易产生精神空虚，甚至精神关联症，甚至产生意外事故、车祸，在那个淹死，或者是这种反正横死了。这是真不是假的。新闻报道，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你会发现里面很大的学问，不是一笔带过。以前有个妇人叫杨阿胜又贫穷又有病，晚年就更狼狈。他临终的时候，他自言自语的说道：“这事情给我们看他说我前生的时候本来是一位医生当病人看病的时候没有详细的检查病情。有一次，有一位妇人自称肚子痛，里面长了毒虫，他也不能分辨他到底有没有怀孕他就马上给他服下的原花酒，可以下虫，把那个虫给肚子里面下出来，把毒虫打出来。结果妇人服下的这个原花酒之后，与肚子里面的双胞胎一起都死了，一尸三命。因为这个医生他看错了嘛，他没有研判的能力嘛，研判错误，看错了病，给错了药，就因此杀死了3条人命。那应试的民官就以杀人的罪名来处罚他。所以他说，我在阴间受苦，阴间的苦受满之后，又处罚我投胎做女人，这一生已经是第3次了，而且生生世世都是做下贱的奴隶，帮人家做女佣，经常必须
忍受着饥渴贫穷的煎熬，很少有安宁的日子。我这种的遭遇可以告诉世间做医生的人，他以前是医生，一定要以我为戒啊！说完之后，杨阿胜就死，临终前自言自语讲出来这句话。你说他胡言乱语吗？临终前会讲这种话的人不多，各位不要等闲视之呢。你看临终都昏迷了，他会讲话，这都是幽冥界的一种事情，给托他来告诉大家的。但是不是每一个偶自为之，警醒世人。你不要以为自以为是哦，世间没有地狱哦，没有阴间哦，没有刑罚哦，通通都有啊。所以这个女众啊，说实在的，我刚刚讲过，女众确实是比较辛苦一点啊，因为会有这个传宗接代的，有这种啊，结了婚就要传宗接代嘛，会有这种现象出来。生儿育女啊，都是女众，很辛苦的。所以各位要了解自己是女众啊，更要认真修行啊，知苦要离苦啊，要互相的勉励啊。所以说这个影视媒体啊，那种样致命风流啊，给人家一种坏的印象，说我是男儿当好色，那谁该倒霉啊？谁该受害呢？不可以这样子的。所以吕洞宾也讲过一句话：劝君莫借风流债，借得快时还得快。家中自有代还人呐，你要赖时他不赖。我相信在这个现在的社会中，男女关系这么的密切，没有像公知后面讲的那么清楚，保持距离与车安全，几乎都越轨了。做饭了，那要懂得忏悔之道啊！光讲这个会吓死大家。要懂得忏悔还有功德呢，还可以灭罪的，这是真的。忏悔可以灭罪。现在很多小说家的笔下都是有点带着言情的小说里面，这是罪过很重的。以前有个公案，你看我们《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他写的《水浒传》是毁淫毁盗，极尽之能事，太会描绘了。所以他死的时候很难过。他死的时候，他子孙3代都是 A 告，都是哑巴，历史上都有记载。那《西厢记》是我们中国的小说，很有名的小说，里面就讲到《西厢记》的情节都是男女私奔幽会的情形。所以《西厢记》的作者王师傅啊，他怎么死的？嚼舌而亡，他自己也受不了了。意念呢，在胡思乱想，他都会写出那些东西出来啊，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就咬舌自尽。还有另外一个袁维崔莺莺。这个《会真记》的作者叫做元稹啊，也是很有名的诗人。所以自古诗人多妄想，没有事就乱想啊，写出那些这个艳词来啊，艳诗艳词来，迷惑众生，颠倒众生，这个罪很重哦。宋朝个大诗人叫黄庭坚，就是这样子。他有一个公案，他就问了当时那个圆通会禅师袁秀。那个禅师叫做袁通秀，好像这个得道的高僧。还有一天呢，李博士2个人去拜会这个当时这个得道的高僧，他就问秀禅师说：“因为李博士一天到晚画马，就跟月醉白一样啊，画的比他还好啊。”但是秀禅师说：“哎呀，博士啊，你不要把你一生的心力啊，都投入在画马的功夫上面了。画马会变马会这个心想事成一切唯心造啊。你懂这个道理吗？”这个李博士听了吓一跳，因此而觉悟，就不敢画马。袁通秀这个黄山谷在旁边笑，那李博士画马变马，那我会变什么？他就逗他笑李博士啊。秀禅师就很呵斥他一顿。李博士画马变马只是他一个人的事情哦。你写那个言辞小说诗词演绎的诗词，那让多少天下人受害啊！你可能不知堕马身而已啊，你还堕地狱。哇，吓得黄山谷以后再也不敢写了。为什么？他知道这个秀禅师是得道的高僧，不会乱讲话的，他的境界很高的。所以说，这个现在写小说编剧的所谓这个媒体艺术工作者真是问题这方面的问题，可能他不知道这个公案，没有读过。叫他们拼命的造这个奇语
照这个这个情节非常引人入胜的这个言情小说戏曲来让众生啊颠倒迷惑，这个业是很重的，很重的。我们谈到这个，我们古代啊对他们为什么那么重视啊，甚至认为会损功名，其实啊真的会损功名。我们可以用这个公案来解释啊。李登这个人在18岁的时候就考中乡试中的解元，但是一直到了50岁都考不起功名，也考起进士。那李登啊就拜访叶净老法师，他问他其中我为什么考不上的原因。叶法师便替他叩问了文昌帝君啊，请求指示。这个文帝啊就命神吏啊拿李登的官籍，他做官的这个部籍啊给法师过目，请法师参考。上面怎么写的？上面这样写：李登出生时，天地赐玉印。这李登刚刚出生的时候，天地就是玉皇大帝赐给他玉印。18中解元，18岁就考中解元，19做状元，19岁考上状元，52岁官拜右丞相。因为18岁中了解元之后，暗中偷窥了邻家女儿西岛，因此功名延迟了10年，而且还被降了2甲2等。又因为侵占了哥哥李丰的房屋的地基，功名又延后了10年，而且还被降了3甲。又因为奸淫一位郑姓的良家妇女，功名又因此而延后了10年，前后合计延了30年。现在又奸淫了邻居的女儿，真是造恶不断，不知悔改。上天已经消去了他的功名，因此李登终身都不会再考中功名。这个叶法师就把这些话告诉了李登，李登因此而惭愧羞愤而死。所以我们要知道啊，祖父啊祖先啊不知道积了多少年的德啊，才出了一个状元宰相的儿孙。李登却是自己造孽，把自己的状元宰相的功名啊真是全部消尽了。这样不但是辜负了天恩，也辜负了祖宗。自己把这种男女间的欢乐看作最重要，功名富贵靠一边，根本不当一回事，竟然以些微少许的淫恨，丧失了原本自己许许多多的福禄，你说悲不悲哀呢？所以于铁桥先生说啊，就算你是状元宰相的命，也是不难一笔消尽的。这是很有名的公案。所以说这个犯了这种男女之间不规矩的事情啊，确实会影响我们的福报。大家都怕被损福、折寿、折禄，就要千万注意这种事情。另外呢，犯了之后怎么办？可不可以忏悔？可以忏悔。但是你是明知故犯，那就不行了，是罪加一等了。就是不知道，以前不知道做错了事情，现在知道了，回头是岸，苦海无边，知道忏悔要改过，一样可以灭罪。所以上天不罪哈，以忏悔的人嘛啊，有这种话啊。我们里面讲2个公案来证明这个事情。以前金华人叫齐望，他到了50岁都生不出儿子来。这个相士就看他，哎呦，齐先生你这脸上有恶气，必定是做了亏心事啊。这个齐望听了吓一跳，就承认了，我在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啊，结果等于是做了坏事啊，没人知道，这犯了邪淫相士很惊异的跟他说道，你犯了这种的罪孽的话，应该是要劫子劫孙哦。要知道邪淫的罪孽最难通忏悔哦，你必定要积大善大德，才可以挽回天心。结果齐望因此听了相士的这个劝告之后，拼命忏悔改过，拼命做好事非常乐于布施。到了第3年齐望他只无力行善，不假手他人，自己来干，不肯让人。这时候相士就说了，你脸上的印字纹全部显露出来了，你不必担心你没有儿子了。齐望果然生出了一个儿子，到了70岁还能够抱孙子。这个忏悔确实能够挽回天心的证明。
我们既然知道错了，就要悔改。我相信男生呢，几乎都很多都犯了这种过错，连圣经都会讲到这个事情。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我看那个长毛在电线杆上也讲到，神憎恨色情，在东西方的圣人啊，都有同一的这种讲法道理哦。所以各位只要去看一看，你就知道圣贤人对我们都讲这个，这是万恶之首，千万不要碰。但是一般人不是这个讲法，就很严重了。耳濡目染之下，就容易似是而非了，搞不清楚了，模棱两可了。我也曾劝过这个办公室的女孩子，我的同事同学啊，还有蛮有身份地位、阶级蛮高的女孩子的爱美嘛，女为悦己者容嘛，好像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情。其实各位要注意哦，女孩子不要穿的暴露。比方说你穿没有袖子的，你穿迷你裙，这对吗？在你认为来讲，这是我个人的事情嘛，个人的行为嘛，应该不至于影响到别人嘛，对不对？这是很时髦的象征嘛，这种风俗嘛，认为这种习惯嘛，不以为怪了。其实你不知道啊，男生啊，看到女生啊，都喜欢眼睛吃什么冰淇淋嘛。你穿的越少，他越高兴啊。为什么？让他起心动念啊，产生这个意念的行为啊，他思想上犯罪，你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不要知道这个传媒给他看到啊，否则我们等于是助纣为虐嘛，助男生作孽而已嘛。对女生呢，要有这种自知之明嘛，要懂得保护自己啊。神是这样说，连握手都不要随便握手，因为会有传电的感觉。一有这个皮肤的接触，皮肤一有触电的感觉，你的心里面一定产生震动，就开始胡思乱想了。当然人家不知道你想什么，但是你都被这个黑厉鬼神都记录起来了。我刚才讲过了，都犯错了，都犯罪孽了。所以男生也不要随便主动跟女生握手，除非女生主动拿出来，你那时候为了礼仪嘛哈，没办法，就是握手，但是你心存正念，不能够产生幻想。这平时一定要有这个谨慎操持正心诚意的功夫，你才能够当下当见不乱，你心里面不会乱，当然身体更不会乱嘛，行为更不会偏差嘛。这必须要一种平时要有操练的功夫，要修心，就是这样子。要不然的话，问题很严重，很严重。一握手，一勾肩，一搭背就出去了。所以说，甚至于死啊，开始那一刹那就开始非常谨慎。所以女孩子一定要懂得明哲保身啊，更要知道守身如玉啊。男生也是一样。你看现在男生里面，男女之间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超过这个范围了，更严重，叫什么？同性恋。各位听过没？同志，你看这个政治人物啊，我看很多政治人都不敢反对哦，包括美国，包括我们台湾哦，还为他们这等于是谋福利政治，他们有他们的权利，我们要尊重，讲了一大堆似是而非的道理。各位，到底可不可以同性恋？人有这个权利吗？他不知道因果。同性恋的因果很重的啊，那是大邪淫啊！男女之间不正常的关系已经是邪淫了，何况是这个同性之间的这个不正常的关系，这是大邪淫，非常严重的。各位，感应篇里面也有谈到这个同性恋的这个不可以的原因，我跟各位报告一下，为什么不可以呢？它里面讲了男子，当然女子的道理也差不多了啊。这男子行邪淫呢，也就是同性恋呢，有6种不可以的道理。哪6种？第一种，因为这个同性恋的行为实在是淫秽不堪，有伤颜面，而且会伤身败德，没有羞耻心，这是第一种不可以的原因。那有的抛弃了自己的结发妻子，却去伺候那些少年小孩子，违背天地阴阳之间的这个自然的道理，导致都是好恶有了偏差，这是第2种不可以的原因。这一类人的行为非常的轻佻，而且又不检点，而且甚至还会偷香窃玉，染污了自己家中的女子，这是3不可以的原因。举头3尺高，决定有神明。刚刚讲过了，神明对于这种同性恋的这个污秽邪淫的行为会感到生气、嗔恨哦。
所以降下来的惩罚一定不轻，这是第4点不可以的原因。以前人王法有明文规定不可以，现在的法律好像没有这种规定哦。以前的法律比较严格，而且监禁于杀。我们警察里面常常讲监禁杀这3个字，容易触动杀机。你看同性恋哦，你想要跑跟别人谈恋爱，突然把你杀掉，很凶的，杀的比那个一般的杀的还厉害啊！那报纸新闻看过吧，听过吧？那个手段更残忍，容易触动杀机啊，丧失了宝贵的生命，这是第5种不可以的。另外，不是为了传宗接代，随便的这个把自己的身上最珍贵的东西卸掉的话哈，这种的行为是愚蠢到了极点，只是加速的伤害自己的生命而已，这是第6种不可以的原因。这同性恋不可以，不晓得同志们听过没有？我还亲自碰过这种事情啊。那我现在辅导里面还碰过这种事情。有一个个案跑来找我，痛哭流涕，不是他有问题哦，是他儿子有问题。为什么？我奋斗了一辈子，哦，房子也有了，车子也有了，孩子也长大了，考上国立大学了，照理说是这很好的事情嘛，哈，家庭幸福嘛，妻子心灵美满嘛。结果儿子出事了。他知道儿子功课都很好，但是他的个性很奇怪，为什么会喜欢男生？而且在学校里面还写文章提倡同性恋，差点让他昏倒。他觉得他对不起祖先，他觉得没有回去，没有脸去见他的那个这个家族的人，知道这种事情会觉得很丢脸。如果你还有羞耻观念的话，儿子不以为然了，跟老爸唱反调，造成家庭革命。所以说我们教育儿女要懂得事先防微杜渐，你要从小他思想方面能够受你主导的时候，你要认真的去主导他，要给他读经典。对，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他才有免疫的能力，他才不会随着群魔乱舞，他才有是非真伪的辨别能力，要不然都是受害者。书虽然读得多，可是只是知识，只是常识，他没有辨别真假的能力，很可怜哦。这都是实际的个案哦。我们知道欲望越重，就表示我们造的孽越重。你看那个陈建新，一天到晚对不对？没事就强暴，他的欲望太重了，孽重情偏迫，他迫不及待。你看那个狗就知道了，巨灵犬嘛，有比巨灵犬啊，贪心何太赫？为什么那么贪心呢？啊，心烧一聘狗，一个母狗在那里，又烧又臭，群虫爱彻骨。你看公狗都爱得要死啊，强者居其间，哦，比较强的就上去了，这个弱者绕其侧。你看比较差的狗体力不够，打不过他的，就躲在旁边看。以遂思愿者，洋洋独自得之后，非常得意。妥则迷两耳，啊，这个舌头吐出来，2只耳朵垂下来，惭愧全不是，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惭愧，公然降中，在街头马路。莫有狠心人，大杖殴其疾。有一个人看到很不高兴，你怎么乱来，影响这个观瞻，妨碍风俗，砰砰打下去。一片好恩情，俄请上魂魄，吓死都跑掉了狗。所以说各位了解哈，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没有一个不爱色的，男色女色，女爱男色，男爱女色，上至诸天仙哦，包括仙人都喜欢哦，下至于藻狮，狮子跳蚤也喜欢，各位你应该知道嘛。凡有行事者，皆被业蛊没，都被这个业力啊埋下去了，都被这个淫欲啊所扶住，所控制住了。但是其中有轻重的差别，不是天渊隔，有天地之间的悬隔，就是刚刚讲的福重欲失衰，孽重情偏迫。有福报的，他这种欲望就开始慢慢的减少。比方说，哦，有这个学问的人，或者是有修持的人，他这个欲望就减少了，他福报大，对不对？他不随便了，他守身如玉啊。那福报差的，做仙班科的，他就乱七八糟，很随便，放纵情欲。所以佛家希望我们能够先扶住这个烦恼，就把它断掉，就是这道理。尤其是《楞严经》讲的最清楚了，《楞严经》各位听过吧？里面怎么讲呢？若诸世界
六道众生，其心不淫，则不随其生死相续。这个所有的世界里面呢，都有六道的这个众生啊，不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而已啊。如果这个心呢都是没有淫念的话，就不会六道轮回了，就不会生生死死了，一直持续不断了。所以他说汝修三昧，本出尘劳啊。哦，你这修行人啊，修了三昧的这个定功啊，可以出去这个跳出这个轮回的，解除这个缠缚的。但是你的修行那个淫心不除啊，尘不可出，你出不去哦，三界你出不去哦。纵有多智禅定现前的话，你就是不断淫，必堕魔道。上品叫魔王，中品叫魔民，下品叫魔女。所以佛经劝我们，智者，你是有智慧的人啊，你要三思啊，要仔细想想看啊。这是佛经对我们的开启啊，启发我们这方面的智慧。当然念佛也可以让他辅助，像你看观音菩萨普门品里面有讲到啊，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你常常多念观音菩萨，这关容易破哦，容易辅助哦，容易解除哦。所以劝这个年轻的小孩子就开始要念，当他发育的时候，危险的时刻，他就能够控制他的身体了，就不会被身体的冲动产生行为的冲动。你要爱你的儿女，从小就要灌输他这种观念，要观察自己的身体不干净，要懂得这个念佛啊，要懂得这个道理。但是不需要跟他太强调这个这个器官怎么样啊，这男女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来讲，不需要。你只要把他的免疫系统增强，他自然可以，他碰到了，他自然能够迎刃而解。不需要我们这一天到晚的强调，你看现在性教育都跟你强调，通通出事。你看祖师啊，印光大师啊讲过哦，他是很保守的哦，他知道这个厉害哦。医生劝那个打脉的时候，这个妇女这个有病哈，有病的话都不能够有房事哦，不能够行房哦，否则会加重病情哦。各位知不知道？小病会变成大病哦，医不好的哦。很多人都不知道，医生也不讲，不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说，他结过婚的才跟他讲，他没结过婚的，医生最好不要讲。讲了让他产生这个念头、幻想、好奇。奇怪，医生怎么跟我讲这个？他根本没谈过恋爱，也不知道这个事情。以前是比较保守了，那现在几乎都知道了，你说怎么办呢？这一点呢，希望大家不要因为个因药成病啊，那更糟糕了。所以我们劝人家要得体，要劝得恰到好处，要讲的这个刚刚好，免得他因药成病。你不讲还没事，一讲他更严重，会有这种现象，后遗症啊，副作用。谢谢各位。最后提供一个方法给各位听众，这个方法是用念佛的方法对治我们的这个邪心妄想。怎么念呢？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6个字啊，每一个字要念得很清楚，你小声念、轻声念、细声念或大声念啊，音量自己可以调控。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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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10句。每一句念完的时候，心里面要数一个号码，就1，第2句就是2，第3句就是3，以此类推，刚好10成一个循环。你要念得清楚，这个字句分明。南无阿弥陀佛，字句分明。你要听得很清楚，听自己的声音。那心里面数那个号码不可以念出来的哦，记在心里面，跟数钞票一样，不要给它乱掉。1到10这样子一直念下去，循环不断。你试试看，这个妄想杂念一下就静下来了。你可以10声勾个指头，10个指头就100声了。行住坐卧随时可以念啊，厕所、浴室啊，这个睡觉的时候是默念，
请你自己的心声，我们心里面有心有那个声相啊，你可以仔细去听。这个佛号啊是不能离开心的，所谓佛不离心啊。像我们的心啊，自然就会被这个佛号转得清清净净。所谓佛号投于乱心啊，乱心不得不佛，这决定得到大好处。将来等到我们这一期生命报尽的时候，决定往生极乐世界。今天供养各位这个重要的念佛方法，希望大家认真的去做。谢谢各位，阿弥陀佛。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您听完了王警官的讲演，相信您一定是法喜充满，很想知道王警官还有没有其他的讲演录音带。现在特别向您说明，王警官的通俗讲演录音带有绝了谁是我、心理辅导经验谈、改造命运救世界、生命能量的释放、自我成长改造命运、关怀青少年心理、话说从头说起、预防青少年犯罪根本解决之道、怎样获得真实福报、从了凡入净土、生命尽头的省思等等，都很受到听众们的欢迎。各位朋友，若是有兴趣的话，不妨和学会联系索取。在此祝福您福慧增长，平安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